Google 旗下嘅 YouTube 同意支付2450萬恩，以和解特朗普嘅訴訟。此前，特朗普嘅帳號喺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遭襲擊之後被封禁。Alphabet 公司係第3家同特朗普達成和解嘅主要科技公司。此前，特朗普仲對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同 X 提起咗類似訴訟，指控呢啲公司喺佢第一任期結束之後，不公正咁限制咗佢嘅言論。Meta 同意支付2500萬元和解特朗普嘅訴訟。X 則同意支付1000萬元進行和解。特朗普嘅 YouTube 帳號自2023年起已恢復 Google 未對和解原因置評。呢次和解對 Alphabet 嘅財務影響微乎其微，該公司市場價值接近3萬億元，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嚟增長咗大約6000億元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